今仔日就是为着讲有新的准备用的 App 就变做讲，因为佫有一个新的 App 就开始又为头开始安尼想要找厂商安尼做出一个会当付款的 App，就互我想，就拄仔好。阮隔壁同事伊就离职，要走进前，我就是去甲伊的资料整理的，互我想起讲，进前我嘛是想讲拢无人做啥物整理的室头，我就摕来做，捡来做。毋过就是做无主流啦，嘛无人要伊你做啥，嘛无机会摕出来表现一下。就变做讲，若讲要为讲会食醋，即个角度来看，有可能就想讲，哪会两个同事即马拢着真顶死安尼，找去新的公司，有可能有较好的条件，我哪会着甲旧顶司就是白合安怎？若用即个角度来看，就是，若是伫公司，拢爱有一寡成就，淡薄仔成就，即个做事的能力，爱互人看着，互人欣赏。这是咱一般人认为讲爱安尼，较会进步，无就是能力无好，袂进步。我想讲这嘛是头壳顶扣扣一个原因，就是我为安怎不爱去想讲，我进步的，我学着的，实在是人生的道理。我为进前就看袂清楚，讲即个公司的风气是安尼，我就用一个足热心的方式，无得到顶司阁有同事的回应，尾仔我就转变我的态度，嘛拄仔好就是拄着写小说、学台语即种找我家己个人想要做的代志，毋是讲爱顶司分配即个室头，顶司来去判断，来去甲你拍分数，讲你这个人有下做这无下做这。我即摆就找一个我家己就会当判断家己，一个做成熟、做要义的代志，而且嘛有深度啊！学台语嘛会使学真深真久，就看家己的价值，家己认为啥物是有价值的，拢占伫家己头壳内的迄个观念、迄个想法内底，就变做讲，我是真正有较成长，而且我的迄叫做嘛有去拓开，就是我这个人的看法、想法、要义的代志。以早拢是讲，即个薪水啦，即个室头啦，即个顶司有甲你欣赏无？咱敢是即个社会大众所讲的迄种标准的上班的人，员工好员工，也是就是无两无七啦，全无标准的员工。以早看代志真正真矮，就总是看到即种角度尔。若无着旧顶司，也无就是即摆顶司欣赏，就会想讲这无意义。我阁要去找一个
会欣赏我诶所在，会当拍拼会当甲我肯定诶所在，就是伊伫轮，拢是共款诶。想法拢无改变。即马我是人生有较大诶改变，就是伫想法想法有大改变。就是讲，嘛无的确讲，伊就是爱啥物人啊，看着你诶能力，你着爱做拍拼，即种做标准诶好员工，嘛免安尼，就是家己想要做，讲这着我较通好做尔，因为着老师拢就是死头赖，就剩一两个，就是想要做，想要付出，毋过就袂去束缚，讲我安尼做一定爱有爱有安怎诶回报，就做代志就是较自在。而且嘛愿意甲别人讲我隔壁同事就讲你咧做我嘛足自在甲伊讲我诶想法，就是讲若有菜鸟仔来，我阁有手边我若讲阁有一寡资料手头内底有一寡资料，安尼嘛会使甲伊救。就是诚侪想法有互我较无共款。我嘛毋免讲，这薪水嘛无加，嘛无讲啥物升啥物官，这就是第原地，这就是这就是无进步毋免去安尼想，就变做讲咱的角度袂当干若有一个角度。就若亲像有人看一个人，就是有结婚无，有生囝无，有开车有驶车无，有学厝无，伊就用即个较较定苛刻的一个原则去看别人，就是甲别人拍分数，就变安尼伤矮。我想讲，我会当去改变，看着家己无共款的所在，爱欣赏，莫阁用迄种定苛刻一个，就是安尼无法度变化的一个道理，实在嘛毋免，就是安尼。